马经。较早你若披衫披无够，爱共招呢。讲你衫拣一支招偌好无？对啊，细汉的时阵，头7、8岁的时阵，我讲看阮阿舅伫咧戏班，拢家己做衫拣出去卖，爱用足大箍的铁线。我无法度拗啊，我哪有力通拗？啊，拢我穿即种塑胶管，你摕咧。嘿，铁线吼，真大箍，经衫才经得着嘛。爱穿这塑胶管过。较早的塑胶管较细箍，啊有色的迄。哦，啊，迄有人伫咧变啥物？对，安尼你要经衫，这衫毋则袂去勾着铁线。哦，穿好加条，啊，阮阿舅才落去拗。啊，这伤大箍，穿落会滴滴答答，袂掉袂倒啦。啊，所以我即满就先用铁线落去拗。哦，拗像安尼。嘿，拗像安尼，咱普通做的拢是一支3斤的长度啦。哦。哦，啊，你若合起来就变遮细支啦。哦哦，就像这安尼嘛。哦，安尼合起来就变遮细支。哇，这要出外遮好势呢，皮箱安尼炸咧，啊，无啦，啊，咱原本的3斤无遮细支啦。啊，咱即马做迷你的啦。嘿啦，爱做迷你的。啊，即摆要做迷你的。嘿，哦，你着剪好啊嘛吼。要做的就三项呢，3支细支的，3支细支的，2支大支的。啊，寸少咧？寸少就在你啊，在你做啊。你要做偌大支，你家己剪啦。啊，你即么就先安尼，对折甲拗起来。对折。看好啊。对折嘿，拗平哦。拗平。两边拢平有无？啊，两边拢平。两边拢平。敢咱炒香蛇啊，安尼先拗起来。哦，安尼。香蛇啊。这较大支，啊，这拗好拗直，因为这铁线弯弯嘛，啊，所以你爱安尼，小甲地方挖，啊，才拗开，安尼才会直。哦，啊，即摆来吼。哦，来。就像这嘛，这弯弯嘛，爱拗入来，边拢拗入来。对只拗入来。嘿嘿吼，双边。双边。嘿，啊，这个这边嘛拗入来。这边个拗入来。安尼。安尼。哦，就变安尼啊，对无？搁甲拗出去。哦，搁拗出去。嘿。哦，安尼，两边拢共款，拗出去。一支嘛，搁拗出去。伊确定也要安尼交咧啦。哦，拗出去。两支。啊，这边嘛是共共款款共边，嘿嘿。哦，安尼会当吗？你拗直啊，无够直啊！像这无我这安尼嘛无介济啊，你着爱搁定回去，啊再搁较落来哦，安尼回去。要有平啊，你无平袂使啊。我看过无点阵。点阵是啥物？点针啊。哦，点针。哦，啊，即摆这好啊。袂好啦。我好啊。我开始要拗落啊，这个爱拗倒转来。买你遐啦。买你遮。啊，袂使夹伤我哦。啊，等到两边拢吐我去，才会用夹。啊，这等下就是要拔起来。啊，你甲我检查一下吗？你无迄个角度啊，你要有迄个角度啊，像我这角度毋对，我就爱搁顶拗。你吼扣角。嘿啊。你知无？这角度爱扣啊好啊。扣角你知无？我知啊，无效啊。无，就是吼，要学功夫的人，师傅吼，师傅会甲你讲，啊，你做安尼，亲像老师即摆甲你讲，啊，你面角无出来，去扣角，角爱甲伊扣出来。即句话就是安尼来，叫做扣角。扣角。啊嘛是用来骂人讲，啊你做安尼啊，毋正圆，毋正扁，扣角啊，骂角爱扣出。角爱扣啊好啦。嘿。啊，即摆好才用这，把这两边拔起来。这较早是拢用迄落软的塑胶线拔啦。再换一支。两边绑起来。啊，迄阵啊做3斤来卖一支卖偌济啊？足俗的啦，啊，这菜市仔咧卖啊。啊，做摕去菜市仔卖菜啊？市仔，阮阿舅伊会派去菜市仔卖啊，派规罐啊。无呢，我毋捌看到人做这个。阮伫戏班拢做花啦。花阮嘛有做啊，阮阿嬷嘛捌做啊。哦，即摆做好啊哈。穿过，剪过一个，啊，一个甲剪过一个，安尼，啊，扭过来。
啊，即摆小小可甲夹无，较肉一点啊，两边拢甲夹肉。即拢爱甲夹肉，吼，啊，但是袂甲夹到扁扁哦。刀这空就是等下要交迄个胶的，吼，即摆来要做迄个胶的啊，吼。来哦，开始共阮对折，拄即个看度有无？即个看度。用手拗嘛，当然。哦，啊，藏落迄个空哦。嘿，啊，等下再夹起来，对折，右边。表平，你讲要吐到遮，吼，啊，你就交到遮，啊，讲搁凹倒过来。如果迄边放好啊，无要紧。啊，凹倒过来。哦，要放甲交起来。就想这边要吐。即摆做迄个交交啊，要扭开安尼，啊做迄个交交啊，交交啊共款，共款爱甲拗入去。到咧啊，就甲夹起来。哦，所以后壁这，我即支袂当卖哦。好啦。哦。阮较早拢安尼就收起来嘛，扁扁嘛。啊，即马若要用拓开啊，才经安尼。因为咱伫戏班吼，伊10工爱过一位嘛，物件拢爱做迄种安尼实用的，会当收，会当挂，哦，安尼。嘿，我有在听，恁讲啊。啊，你做了成功啊未？豆豆一定会成功的啊！拄已经报第一衫拄好啦。对啊。你若钓你的，啥要钓我的？我钓你的。有人要学无？若有要学，请来报名。我讲报3间。也是要学做伙。因为看安尼做落啊。嘿啊。无啦，这无现场来教哪会晓啦？安尼收安尼，哦，你也袂